这个学生的家属嘛质疑讲，台中市拢无认真的抓酒驾。市政府是强调讲，去年处理7000件，死亡的人数嘛降超过4成。也毋过酒驾防治团体是指出讲，台中市已经连续2档酒驾死伤是全国上悬，应该爱检讨。食酒赛车涉案的查甫人，去互警方抓起来，伊初白半暝3点，涉嫌弄死外送员姓陈的查甫大学生，酒测达到0.37。死者的妈妈是真痛心，这期台中市政府拢无伫咧抓酒驾。执法的这个是不是难道是北部比较严厉吗？然后这个在中南部他们是怎么样？比较，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这个的差别呢？警方调查发现，这涉案的查甫人因为有3届无驾照赛车的记录，检方向法院声押核准。针对台中市搁再传出酒驾弄死人，台中市长罗秀燕就表示，目前已经有加强执法的力头。113年全年度的计算我们取缔的件数高达7000件，是6都最多。那另外我们死亡减少44%，减少44%，也是6都最多的。澄清一下我们并不是6都最高啦我们也是6都第2名。当然这个数字统计还可以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台中市警察局宣布，对即马开始进行5天的酒驾大执法，也若针对酒驾数量遐尼悬拢无共的分析，对外无一个讲法。根据着交通部的统计，台中市酒驾事故致死人死伤，2024年虽然平23年减少211人，但是也是连续2年拢是全国上悬的。酒驾防治团体是认为应该要有系统化作为。那面对这样子像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，像一个恐怖攻击，他在路上可以先从自己的地方自治条例，他要不要针对这些贩酒的场域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规范？这一个场所出来的，那你连带要不要负什么责任？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表示，酒驾的防治袂当干那靠精线执法，颠倒是爱找源头的方式，关键酒品来源，也个对业者有相关的约束。建议应该爱下局处来合作，定出着驻地条例，才当防止类似案件搁再发生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